主啊，上帝感谢你，互阮有这个福分住这伫遮。主啊，你的话是具要具永信，你的话是阮生命的开达甲源头，你的话是真理活命的饼，互阮有吸收，互阮有勇壮，互阮有开达，通行天路，通为主做见证。伫你面前，愿你圣神亲自通过你的开达来感动阮。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拄则有通过咱的华执书读这段经文吼，咱随读就随知影讲，就是这段这个放荡主的故事的经文。毋过为着咱要无共款的时段来分享吼，咱今日读的是后壁段，是先读后壁段。咱若是对经文的中间对10节到32节，整个的故事是耶稣所讲的一个譬如。耶稣讲的这个譬如呢，有真趣味的内容啦。咱会当足侪角度、无共款的这个背景，甲做伙来思想。今仔日是要甲咱想一个，咱平常时较无伫讨论的部分，就是大囝。大囝伊的一个反应。大囝伊甲老爸的对话，要甲咱学习一个真重要的基督徒的信仰的这个本质甲来源。所以咱大先咱讲要重新来看龙主的故事，重新来思考龙主的故事。这张图是大概所有龙主的故事上出名的一张。这张是这个这个17世纪出名的画家林布朗这个 Rembrandt 这个人所画吼，一个出名画家，伊是1668年画吼，伊现在放伫这个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到这个博物馆的内底。这张图因为咱当然看影片袂讲介清楚，内面有足侪细节吼，有足侪安尼，迄个画评家就是专门咧研究艺术的人咧研究讲伊的。老爸的手啦，这个龙主的身躯啦，哇，内面足侪细节在讲吼。但是咱是要互咱看见讲，这张图大概是所有龙主的故事上出名的一张啦吼。中间有3个重要的角色拢伫遮，就是老爸甲囝，徛伫边啊，手叉腰的，就是伊的大囝。所以这张图。这两个是咱一般咧读圣经的主角，但是咱有时较无注意到，咱咧读的迄个另外大囝有一段真长的即个技术啦吼。这拢是这龙主的故事的图，咱让伫一个资料内底看足多啦吼。兄弟姊妹，咱即个出名龙主的故事呢，咱常常较注重迄个龙主，咱足多时阵伫演戏吼。咱的圣诞节的表演，拢会演讲哇，迄个囝偌放荡，伊安怎悔改？伊这种故事上感动人。咱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嘛，这款故事呢是足侪人爱听爱看的。但是耶稣，这个故事安尼无毋对啊，龙主的故事真好啊。但是耶稣特别讲到大囝，耶稣特别讲大囝，到底有啥物意思？而且，迄大囝的表达一段话真长呢。对咱有啥物启示？这是今仔日牧师要透过这角度，甲咱思考一个真要紧基督徒的本分啦吼。咱若是看圣经无共款的版本，咱定咧看到的圣经好合本，伊是改标题叫做龙主的譬如直接就是咧讲龙主，因这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一般咱的圣经学者研究讲是专门咧对外邦人讲的所以这龙主。安怎转来伫主爱老爸的形情，这是真好的譬如啦吼。但是咱另外现代台语拄则读的是个叫做失落囝的譬如，失落囝是变做上帝，也是讲老爸失落囝中间的故事吼。不过现代本中文现代本是讲人主老爸的譬如，所以拢无共角度，共一段经文翻译年代。版本拢无共款的注重啦，这互咱会当真好的一个学习吼。所以我想讲会当
安尼较有来做伙，甲咱思考这三个角度，爱通陆续的这个主日的中间。第一个是属灵大囝的顶头生，第二个是讲属灵的浪子的心声，第三是讲咱享受爸的家的丰盛。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拢都爱真注意去思考甲学习的部分。那是要讲耶稣讲这个譬喻，咱会当讲伊包含这个主题就对啦吼，毋是敢若一个单独，因咱拄也有讲，也有大囝嘛，也有细汉第二囝，也有天迄个老爸，所以若是会当包容所有这个浪子的故事的内面，大概有几个主题，就是讲，这代表天父就是这个老爸啦，老爸就是天父上帝。啊，第二是，这表达主题是讲，老爸完全是出伫疼的一个记载，上帝疼世间人的记载。第三是咧表达讲，伫咱的爸的家是丰盛的，是无有欠缺的，是无有迄个安尼轻分的，啊，所以呢，供应真充足。你伫爸家毋免惊无够，你伫爸家毋通惊的啊，无你的份。搁像就是今仔日即个经文的即个描述内面，大囝甲第二囝，上帝就是老爸，拢一视同仁，无分讲即个是伫厝里，即个是伫外面。啊，这已经超越出世间人一般的伦理标准啊，就是因为超越。啊，毋则会人看见上帝的伟大吼。那么有人圣经学者咧研究讲，事实这个譬喻呢，这个大囝是咧讲啥啦？因为讲这个大囝咧，浪子的故事较好表达咧，但是大囝是咧讲啥？吼，啊，就真侪人会传述吼。咱人讲读圣经，咱有咱家己的理解，你的背景、你的身份安尼吼。啊，所以有人就是讲，原来大囝是咧讲犹太人。耶稣咧讲这段故事的时阵。虽然把角色放伫即个浪子的身上，也毋过特别讲到即段大囝的表达。啊，所以犹太人就是咧讲即个大囝。毋过咱若是搁用即个角度来想，咪当延伸就对啦吼。兄弟姊妹，你要想讲即个属灵的大囝是甚物人？有人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即个岛屿是上原始的教派，是上早得到福音的教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敢是属灵的大囝？因为后来足侪国语的教会、外的教派，拢是后来去创立的嘛，吼。有的是咱即个主后1948年啊，才对中国大陆迁徙过来。啊，所以真侪遐个国语教会嘛咧甲咱讲，咱长老教会吼是老大，嘿啊，咱是迄个大囝，吼，这是咱外表上的称呼啦，吼。啊，内面的意思真深啦。第四，这个大囝有时是咧表达讲，你是一个老基督徒，你已经伫上帝的殿，是上帝的圣会，久长长啊。你可能是第一代，但是信主真久啊。你嘛可能是第二代、第三代，伫教会出入了真惯势啊。啊，你自由自在，但是欠缺什么？咱若是有155年的历史，吼，咱长老教会应该已经有第8代啊，吼，毋知有第9代，我是毋知啦，无甲详细算，但是已经是差不多第7代、第8代的即个勘站啊，吼，啊，这个属灵的子孙到底是毋是有含入伫即个属灵大囝？这是咱要思考的事。换一个角度，第三项的意思就是讲，你讲你是基督教徒，但是你是毋是真正是基督徒？这也阁是一个真重要要甲你分别的所在。因为你信啥？信基督教。啊，那基督教是咧创啥？啊，你有活出耶稣基督无？这个教徒甲基督徒是无共款的。啊，这是咱
真侪资深的基督徒，咱常常爱警醒的，包括牧师家己，因为这个拢是互咱去思考着大囝伊的表达，是真值得咱来警醒甲细致的所在。若要讲对拄则所读的经文吼，咱头一段无读，咱后厝才要来读，就是整个的故事呢，大概分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咱今日读的遮，就是大囝听到小弟转来的反应表情，大囝听到小弟转来，这个兄哥听到小弟转来，心情足歹就对啦。第二是伊对老爸的 complain， 讲咧到底规个腹肚拢是迄个酸水啦，拢是毒气啦，讲咧到底袂堪要讲，要甲骂出来就对啦，要甲老爸骂出来就对啦，第三是即个自爱老爸对即个气不噗的囝所应答的话，要互咱思考，毋是干那一个简单的故事，真正有真深的意义要甲咱学习啦。好，大囝伊有心灵的包袱，这是咱头一个要思考的。25到28节，我写毋对去25到28节，伊咧描述讲，即个大囝伫迄个农场啦，咱台语圣经是讲伫园里咧做事，安尼表示啥物？即个大囝照本分呢，应该做拢有做，对毋对？无像即款天气热到要死啊，搁伫园里咧做工课啊，伊无放弃家己的即个责任啦，讲起来是足认真啦。后来，伊要倒转来，听见远远厝里闹热啊，可能毋是干那唱歌跳舞，可能阁有人咧弄鼓，那咱台湾是人灵人屎啦呢啦即个所在咧做闹热呢，有喜事毋才会安尼。伊感觉真妖奇，奇怪平素阮兜就安尼就安静，自阮迄个小弟迄放荡小弟走去阮兜就无啥物快乐的心声呢，都无啥物快乐的迄个热场的所在，咱今仔日安尼真嘛足奇怪，所以表示平常时真罕见啦。咱知影讲，咱家庭啦拄到一个无好势的坎坷咱的家庭迄气氛全冷叽叽黏在，迄是咱无法度去避免的，因为咱无法度防止嘛。厝里若要圆满，就是逐个人伊的角色拢有表达出来。若拄到一个无好的气氛，迄要互恢复是足困难的。这大囝就是感觉到，哎呀，阮兜毋知变啥梦来，突然间发生这个代志。但是上重要的是伊的反应。伊听见甲老婆问，讲到底是啥物代志？听原来是讲因即个小弟转来。莫怪。那换做我嘛是感觉讲，世间无公理。阮即个小弟甲钱放动了伫外口安尼剩无一仙钱才要转来。即款小弟我无爱滴。上气的是阮老爸是安怎？无甲送去派出所，送去互官府办，啥啊？佫庆祝，佫抬牛所以呢，小弟的平安倒转来，煞发作，互即个大囝的迄个久长的心内的怨气煞发作出来，无有任何欢喜，而且写讲圣经写讲非常生气，这才是一个故事有张力的所在因为迄个冲突来啦。这就是迄张图内底正边迄个大囝，即个林布兰所画的伊个手绑伫遮，感觉足毋甘愿迄种意思安尼啦。这大囝是较属于漫画的看到厝内安尼老爸遐尔啊仁慈，咧接待即个放荡主倒转来安尼。圣经安怎讲？伊开始应答伊的老爸，因为伊的老爸要甲招伊，无爱入去呢。老爸好咧，讲你入来，甲你的小弟做伙欢喜，毋过伊安怎应？伊讲，毋过伊应伊老爸讲，你看，你想看觅，我做奴才服侍你遐侪年，伊是讲我做奴才
毋捌违背你的命令呢？照起工规规矩矩应该做，我拢做甲到，吼。毋过你连一只羊啊，吼，山羊仔囝吼，拢毋捌抬过来分我，互我甲朋友做伙闹热庆祝安尼。嘿，讲这真有理啊，吼，事实是安尼的感觉嘛。毋过你为着你这个囝，吼，你这个囝表示什么事？改成这个小弟甲我无关系，你这个囝，吼，为着充饥啊，甲你的财产开了，但是伊一个转来，你煞为着伊杀迄只上肥的牛仔囝。可能即个兄哥想足久啊，讲即只牛啊吼，遐尼肥遐尼嫩吼，迄人我来卖，还是讲我来抬来吼庆祝一下，毋知偌好，啊毋知伊想偌久啊，无想我老爸安尼无两个手就甲伊只抬去，啊，来来啊，互即个放荡主来享受啊咧，感觉足气就对啦。啊，伊个气是一个综合体啊，就对啦。家内兄弟的温怨，甲老爸的观念。对待老爸的这个领袖，拢伫这个所在故事来爆发出来。但问题来啊，咱实在是袂通伤苛刻来讲，这个大囝有这款反应。我想一般的人吼，一般的人你我可能10个有9个讲，这个大囝吼脾气发了对啦吼。但是问题都在遮，问题都在遮。人若照家己的办法来做吼，就是到遮。啊，就大家彼此吼，田无够，水无流，大囝还大囝，这个财产我的，你小弟毋通搁倒来甲我摕，吼啊，赶出去。这个时代吼，兄弟相过，冤家相杀的搁较济啦，吼，这也无啥物稀罕。但是伫基督教的信仰，拄好是咱迄个感觉理所当然的中间，要找到一个顶头生的路，啊，这才是咱信仰的开始。啊，大囝有啥物性格呢？咱来甲整理一下。伊敢要讲我亲像奴才咧做工课，伫老爸家，伊的感觉煞是我奴才咧。啊，我无违背命令，啊，老爸拢无互伊啥安尼。啊，小弟呢，甲钱开了，啊，搁安尼锁转来啊。老爸煞为着伊太牛来庆祝，啊，所以你甲想大囝，伊有正常人性的反应，这无啥物通个奇怪。啊，当兄弟姊妹。咱过来听伊的老爸安怎应吼？伊的老爸应讲：囝，你不时拢甲我做伙，我所有的拢是你的。这句话听起来真平素，但是这是咱上界疏忽的所在。囝，你逐时阵拢甲我做伙呢？啊，我所有的拢是你的呢？这是上宝贵的部分，但是这个囝无感觉，吼，这个囝无感觉。啊，他老爸第一什么？总是你这个小弟，伊是死去有个我，失落有个得到，所以咱应该欢欢喜喜来庆祝。老爸讲这个话，互咱感觉讲啊，咱人的境界啦，吼，咱的境界差太多啊，对不对？大囝的反应是一般人的反应，但是老爸的心怀，老爸迄个要求圆满的心志，超过人的私心。所以大囝我应该互你拢互你啊，你也甲我做伙，拢无啥物欠亏啊。啊，毋过你这个小细囝，伊若出去怎毋转来吼，啊怎去漂流浪流连毋转来，啊就无法度啊。啊，搭伊会晓搁倒转来，哇，迄是变，咱讲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意思啊，是真正爱庆祝的，因为即个用万金都换袂倒转来啦。啊，所以咱才来对遮来对照老爸讲话甲大囝的反应，咱来想今仔日个重要的主题。大囝的心灵包袱是啥物？伊是活伫丰富充足的中间，但是无感受，伊无去领取，伊无去体验。若是用今仔的角度是讲，你住伫上帝的家啦。咱基督徒，咱老基督徒，咱服侍主久久的兄弟姊妹，甚至你可能是教会重要的干部，你拢是大囝。但是大囝享受上帝所享受一切，却感觉无着。啊，这是咱上悲哀的所在哦。咱伫上帝家遐尼丰富，
你煞无感觉到丰富，逐日应该有诶拢有，你煞无感觉，这个是感恩的事。啊，当甲小弟比较咧，哇，完全拢是负面的，拢是批评的，拢是计较的。啊，这是咱基督徒定定爱提醒，咱活得丰富，你无去领受着，咱无去领取，咱无去体验着圣神，体验着天父的同在。就亲像老爸对大囝讲，你时时甲我伫地呢，你定定甲我做伙，但是你感觉无着，你竟然讲你是奴才。啊，这个细囝倒来厝甘愿讲要做奴才，吼，一个是感觉家己是奴才，一个是放荡了倒来厝讲，我宁愿做奴才，比你外口漂流，比你外口吼安尼怨叹更较好安尼。这是咱真侪基督徒爱细致的所在。第二，你伫上被安稳的家，阿煞拢无感恩的心。因为伊咧苛刻讲，你连只羊啊拢无互我安尼啊，咱上惊是惊安尼啦。啊，所以咱毋通有这个大囝的心境，伊家己拥有全部，但是却无迄个维护之心呐，吼，无迄个老爸的心胸，伊去怜悯，甲分享即个小弟失落佮得到。但是老爸甲伊的困难点出来，甲即个大囝的困境，甲即个大囝的欠缺来分享出来。所以即个大囝会使讲是看无起，嘛会使讲是嫉妒小弟啦。伊封闭无对我，伊拢想家己，无只求安稳，我都安稳过日，我都照规矩行，吼。但是心中充满着不足甲怨叹、苦毒。但是咱分两个角度来讲，安尼即位真清楚，即个小弟就是放荡主，对无？但是你敢有想到，即个大囝是伫家内的放荡主，你敢知？住伫家里心灵的放荡主，就是甲爸无亲呐，甲老爸无亲。想讲我拢规世人咧，甲你做苦劳啊，也无趁着汤，也无趁着粒，啊，拢我安尼着活，啊，你对小弟也好，哇，规个艰苦拢出来。兄弟姊妹，咱这个资深的基督徒，咱这伫主的圣会领受恩典遐久的基督徒，你有即款的气氛无？你有感觉到讲，我伫教会内底已经应该做的拢做啊，上帝也无祝福我较侪，感觉上帝恩典较像无伫我身上，这是上可怕大囝的心境。咱要听起一个救恩俱乐部的故事，嘛类似啦。刚才咱捌听过救恩俱乐部的故事，就是讲伫一个海边，啊，因为迄个海底有足侪迄个石头、暗礁，啊，所以当若风涌来的时阵，定然有人船伫迄个所在去看到打破去，啊，所以附近的百姓啊，就足用心去救人。哇，因为几若边救好足侪人甲伊学咯，啊，政府嘛甲伊鼓励讲啊，恁实在这足勇敢的去救人啦啊，所以有送伊一笔钱哦。讲恁伫这个所在要救人上尾去一间即个救生厝，伫迄所在守望，安尼较安全。哇，就甲补助落去。啊，众人足欢喜，讲啊，享受着真好我就开始伫遐轮流固守。啊，因为即个船难都无定定发生啊，所以大家坐伫遐就开讲啉茶，啊，过来就啉酒唱歌，欢喜甲。到最后大家一个句无咧注意外面有救难的代志啊，拢咧享受内底俱乐部的快乐啦。啊，就来想看讲，即马来啥物人做即个啊首长啥物人来做即个主席啊，这争来争去。
后来感觉讲吼，足侪人感觉讲咱来遮是要救生的，你怎伫遐咧冤家？规气我无爱啊，我搁另外走去别位，家己搁踅，无钱，无所在，袂要紧。我感觉讲我要救生较重要啊！哇！安尼这故事一摆搁一摆，大仙原来你的宗旨真好，为着要救人，所以毋得设这间厝，设这个俱乐部，无后来煞变做在享受，咧真大真小，煞袂记救生的代志。有时咱老基督徒会陷到即款的困境，咱奉主的名伫即个所在设立主的圣会，毋是要互你享受救生俱乐部的快乐呢？要伫遮说真大真小呢？是要互你时时注意讲，要有失丧的灵魂，要伫风影中的即个受害者，你要去甲救较要紧，还是要享受内底的快乐较要紧呢？有时这大囝常常就是陷到即款的困扰。咱遮的老基督徒，咱爱常常说字，你是毋是伫即个所在，大项服侍你拢做啊着，大家应该教的时间我拢准时吼，应该奉献我嘛拢有。但是常常心袂快乐，心无平安。你伫上帝家，煞无感受到迄个上帝的丰盛，因为咱的心已经平冷去啊，咱的心已经甲老爸的心已经分开去啊。你是上界可惜的所在，因为你是伫上帝的丰盛内面，但是你感觉袂出来。迄个亲像讲牧师。咱遮个事工的服侍者，咱咧带敬拜，哇，带啊足热，会友感动啊流目屎。但是你想讲，哎哟，无用啊，忝甲，吼，着搁操练，着搁做啥货？所以变做讲安呢？服侍的人，带敬拜的人，无去领受到迄个敬拜的喜乐、敬拜的感动。所以干那为着应该做的来做，照起工啊，照命令嘛，无离开嘛，毋过。无感受到迄个疼，好顶的可惜。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啦吼。这大囝的心境呢，会当用主耶稣甲伊的学生伫海面上的故事来对比吼。耶稣伫加利利海，门徒心灵的反应，咱会使讲，亲像这个大囝吼，失去上大的福分。因为咱若注意看迄个故事吼。应该咱先来看这个故事啦，吼，咱来回顾。伊这故事安怎写呢？讲耶稣上船，伊的门徒对伊去，忽然乌起大风涌，船煞互涌砍甲要沉落去。毋过耶稣伫困，是咧讲因伫船顶，耶稣伫困，毋过涌足大就对啦，吼。讲门徒去叫伊醒，讲主啊，求你哦，咱得要无命啦。耶稣对因讲：“小信的人啊，恁哪会遮无胆？”伊就起来，即避风甲涌，乌就静静安尼。这是个故事，咱定定咧读吼。遐个人就惊讲，即个人什么款人，连风甲涌拢顺服。佫一段无共位的经文是摇橹真艰苦的门徒啦。马可福音6章27-8节讲，伊看到门徒顶风伫飞涨吼飞甲真艰苦，天要光的时，耶稣伫湖顶面往因遐行去，想要对边过去。迄个故事咧讲，因摇甲足忝的，耶稣吼对边过。后来吼，伊就平静风涌。这两段故事拢咧共款咧讲到风涌中耶稣甲门徒的关系啦。咱通对这段故事来讲起着像大囝的心境，就是这个门徒有耶稣做伙伫船顶，也毋过吼。因敢若靠家己，煞无要靠迄个上大权能的耶稣。摇橹摇足忝，也是讲风涌大甲惊要死，讲耶稣也救的，老师也救的，无想讲伊我靠主耶稣，煞靠家己的办法，想讲驶船我就足够啊！我伫海中定咧做伙，定咧做工课，我也袂晓，无想讲去倚靠大能的主耶稣。所以咱人真侪人是。你是基督徒无毋对，但是拄着风涌的时阵吼，摇甲颠颠倒倒，吐甲艰苦甲要死，袂晓求耶稣，干那要靠家己，无采咱做基督徒的，伫主的丰盛的内面，伫发艰苦，伫主的恩典的下面，咧感觉不足，这就是咱上大一个提醒的所在。
就亲像温度因伫船顶，家己互风吹摇啦，情景真艰苦。咱嘛会使讲，咱伫主的内面，伫主的听内面，伫上帝大听的中间，毋知影，无感受，嘛无付出。就亲像咱定咧讲的，国语是讲身在福中不知福啦。若台语是较简单，就是讲金庙起神，食骹中央的就对了。金庙起神的什么意思啊？迄人定咧庙出入的人哦，对迄神不拢无咧敬畏啊。踮咧外口人去，偌虔诚的跪足久安尼。咱是毋是基督徒？来礼拜堂一个惯势对上帝无咧尊敬，凊彩照你的意思，也是你心中有一个警醒。咱食台语讲食骹中央的意思是讲毋知影饭也济也少，你著食中央都有人食，拢无咧注意到有够别人有够也无够安尼。所以即个温度的心灵，互咱通真大的学习啦兄弟姊妹，咱做伙来最后来思考讲，你是毋是有大囝的心境？若有，咱要对着顶头生啦。我会记2礼拜前，甲咱想一个较属于一个信仰原则，还是讲一个信仰的根基的问题，咱做一个学习啦咱都有讲到，咱顶下有讲人类的始祖亚当，因为犯罪所受三个绝望，这是咱人类共同爱负担着的啦。伊讲是罪甲死亡的绝望，丧凶甲咒诅的绝望。身体破病甲衰退绝望，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着的困境。但是，请会记得，咱伫主的听，伫爸的家，伫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下面，连这个放荡主都有法度能得救啊！咱都爱经历到这个祝福，就是耶稣基督保护、赎回新的身份所带来的3个祝福。意思讲，每一个基督徒毋通停留伫亚当迄个老的我。你要会晓倒转来伫上帝重新创造、想属新的亚当，咱的主耶稣互你的祝福。第一就是罪得着救赎甲饶赦的祝福；第二是咒诅得着讨棒的祝福；第三是得着医治甲告我的祝福。所以咱有学习着讲，上帝是温慈美善的上帝，伊创造亚当夏娃是互人类享受着丰盛。他人类对了跋倒离开主，上帝永远无收回伊的丰盛，因为用主耶稣基督来代替，耶稣基督来代替咱当时的差错，耶稣基督来代替咱所有遐罪的重担，耶稣一切拢甲包办，然后互咱倒转来伫上帝国的恩典甲丰盛的中间。所以兄弟姊妹，我期待即个讲大囝。无咧指什么人啦，是你若有迄个心境，你若有迄个信仰的念头，你就是有大囝的心态。迄就像讲我这个人虽然我感觉我足健康，但是内面嘛是有点身躯有点无好势有可能是你营养伤济伤少，也是你的血液伤悬迄个血液内面的成分好歹，也是讲你的循环好歹，拢有一个大大小小的毛病嘛。咱基督徒要安怎去找到迄个大囝消除迄个物质、苦毒甲怨叹？咱都要重新来确认咱的身份。所以，咱用3大经文来印证这个新的身份的开立，确认新的身份来得到祝福。头一个，咱在资深的基督徒，也是这个大囝的身份，咱都要亲像山伫溪水边的高树，水高树。圣经诗篇第一篇1节到3节讲：无探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坐侮慢的位，爱慕上主的律法。讲暝日夜读也想伊的律法，这款人真有福气。意思咧，甲咱讲咱这个基督徒也是资深的信主的人，你会晓得通定照主的教示无趁无行无坐无趁就是歹人的计谋，无行是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拢你足爱慕上帝的律法安尼啦。你个日日爱读爱想伊的律法，讲这款人就有福气。这款人
若要描述起来，就是大囝伫上帝的老爸家，敢毋是？你拢一直经历，但是你有读无？你有心无？你有思想无？这点咧重点。咱伫厝诶内面，像大囝住伫爸家，拢感受无着。咱毋通有即款诶疏忽就对啦。啊，讲若是即款伫主诶疼，伫爸家诶恩典丰盛，啊无去趁，无去行，无去坐，伊讲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啦。意思是讲吼，毋免咱做世人去压水。咱知影讲足侪园啊，吼，你若无压吼，果子较好食嘛无够水，就打高打去啊。伊讲即个树栽伫溪子边，拢照时吼，照时结果子诶意思就是讲。照时拢有水分咧，甲你供应，你毋才会当大长。讲叶嘛袂打去呢，伊所做一切拢兴旺。兄弟姊妹，你敢无想要像即个享受着一切拢丰盛的大囝呢？享受着伫主的内面栽伫溪子边的果子树呢？第二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伫《申命记》内底有两段经文，互咱真好的学习。因为较长，我甲切20甲6节。伊讲：你若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就遮个所祝福的要对入你啊，要到伫你。伊咧讲即个祝福哦，毋是你甲摕来哦，伊是讲祝福得入你啊。得错咧，咱定定听一句话讲吼：人两骹，钱四骹，有无？互你入袂着啦。啊，毋过有诶是对天顶变互你安尼啦。而且你要得到嘛？你若会晓即通顺服主，会晓遵趁上帝的话，伊讲即个祝福自然互你呢，毋免你去摕呢，自然就入你的呢。啊，所以伊讲你入来要得到福气，出去也要得到福气。这是咱基督徒一个大囝的心境，正确的心境啦，健康的心境，一个理所当然的心境。啊，咱看有去得到无？最后一个是讲，咱确信，因为主耶稣的恩典，送向要真侪富足，这是主明明予咱的应允。哥林多后书8章第9节讲：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虽然富足，毋过为着恁真侪善车，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车真侪富足。这有一种真深的意思，耶稣愿意放杀。耶稣愿意牺牲来成就咱的富足。换句话来讲，你愿意舍，你才得得到；你愿意付出，你会得到比你付出的更加多。啊，这是咱基督徒上重要一个态度。愿主帮助咱，而且搁一遍，咱整理今仔日所有学习的，用大囝的角度，伊的故事来想这三个问题。兄弟姊妹，你有感觉？你属于长老教会，咱的长老教会敢是属灵的大囝？咱最近的思考是讲，长老教会155年来2000几间的教会，咱有时定下讲，哦，感谢主，咱真好哦。咱长老教会财产侪个算袂了，你敢知？迄土地啦，吼，3间病院啦，这拢是上帝互咱对祖先互咱的财产。但是今仔日的子孙有去珍惜着老爸所享受这个资产无？还是你坐伫遐营营咧开，啊无要尽本分，无要传福音，无要帮助社会艰苦送向的人，亲像救生俱乐部咧享受快乐那定。这是咱所有的长老教会基督徒拢爱思考的事。咱毋通互新的教派、外国语的教会。大家一间一间在兴旺，在复兴，在传福音，但是咱长老教会慢慢在起，在迄个数字在降，你敢知影？原来咱长老教会是全台湾上大的教派，但是慢慢咱若是用长老教会甲所有的基督徒的教派，咱已经是少数啊呢。伫台北市长老教会是少数，外教派较侪人。这拢是咱爱警醒的所在。咱台南中会已经成立，今年成立90年啊嘛，本来讲要庆祝，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怎暂停？啊，咱就是咧做检讨，牧师嘛捌印这个文章互咱看。咱台南中会7、80间教会，50个以下的
占一半，占要一半，我无正确的迄个数字啦，若有机会，啊，有诶教会时阵个位数，人数个位数，有诶话要关起来。可能有诶遮个教会是你我会无会哦，较早你伫遐出身诶呢，啊，这毋是咧苛刻计较，是咧讲，啊，咱亲像大囝享受遮尔丰盛，咱有定心去看见，咱诶爸家会稳定无？咱有警醒家己，好好去拍拼无？连这小弟咱拢无爱滴，咱是毋是有迄个为父之心来包容？啊，所以咱是毋是有含落迄个属灵大囝的包袱甲颂扬？有，啊，毋过化散，坐伫金矿的顶面，得去做去食，这是咱大囝上大的一个警醒啦吼。兄弟姊妹，愿咱大家用这段经文来思考，咱因为得到新的身份，伫咱拄则后壁段所讲的迄个印证，咱大家人拢得到全新的祝福。这是圣经明明所予咱的应允。但是咱毋通伫遐忽略，伫遐疏忽，伫爸家丰盛，老爸甲大囝拢定伫咧，感觉袂着迄个疼，拥有全部，所感觉讲伊是双向做路财，这实在是咱基督徒上大反省的所在。愿主互咱行一个顶头先的道路。所以有人讲一句话，我嘛真赞同。伊讲吼，咱来定心甲迄老基督徒传福音。听到介成啊，足酸对毋对？有影呢？咱久吼，怎冷去呢？怎定去呢？怎感觉讲吼无冷无烧呢？啊，定心有福音来刺激我才会使的呢？感谢主，因为咱有这大囝的故事通，互咱思考。愿主帮助咱行一条顶头先的道路，毋是只干那是基督教徒尔，是一个活出耶稣基督的基督徒。